赛地前继续来到台中的南屯国小，模仿正流行的歌唱比赛，举办一场南屯好声音。伫最后的总决赛，学生的好表现，让人真赞叹。校长讲，希望有学生以一个做明星的梦想，勇敢来展现自我。南投某学林俊杰唱至少还阁有你表情100分。手心的蔷薇，另外，这组本来是男女的对唱，改为女女对唱，佫特别加小提琴的演奏，加真精彩。表演学生为了达到完美的演出，牺牲大部分的下课甲休困的时间。把看电视的时间拿来用，都是中午，我们差不多练2个礼拜。一般歌唱比赛，学校举办这场名叫做南屯好声音海选通过了后，才会使徛起毕业舞台唱歌。希望在这个活动当中，能够发掘孩子的天赋。学生有无同款的梦想，有人有唱歌的天分，有人会晓表演。这个舞台就是希望因勇敢对梦。一直都是